當我哋人生中遇到突如其來嘅混亂同困境時，係咪總會感到彷徨無助？我哋不斷嘗試各種方法去解決問題，但往往發現自己嘅力量微不足道。呢種深層嘅不安，有冇一個真正嘅答案可以止息呢？原來喺古老嘅智慧中，早有指引。法老召了摩西、亞倫來說：你們去，在你們的神這裏祭祀。呢句聖經金句提醒我哋，當一切都失控時，真正嘅出路係回到創造者身邊。佢嘅大能遠超我哋所能想象。好多時，我哋以為靠自己就能夠克服一切，但其實真正嘅平安同力量係嚟自對神嘅信靠。將我哋嘅重擔交俾佢，就好似風浪中嘅小船揾到避風港一樣。神嘅愛永遠喺度，只要我哋願意停低，尋求佢嘅面，佢就會止息一切嘅風浪，帶嚟真正嘅平靜安穩。